澳洲的无尾熊过去这1世纪以来数量是直直的减少，即马已经正式列作强美断种的生物啦。这无尾熊除了是徛起的环境互人破坏以外，细菌的感染也有车祸，也是造成这个族群数量直直减少的原因。动保人员用大筒一喙一喙地饲无尾熊囝，这只无尾熊囝的体重才甲一粒酸叶差不多。动保人员发现的时，无尾熊囝躺伫路边，伊的阿母已经互车撞死。实际上，伫过去2年，动保人员伫附近救到40只互车撞到的受伤的无尾熊，这也代表死亡的无尾熊数量可能会更较侪。I think if we continue on the trajectory we're on with habitat destruction. 根据澳洲的统计，目前无尾熊阁剩大约95000只到524000只左右。因为城市扩大、土地清理政策、森林业的开发，阁有错树啊，也阁有护狗攻击，阁有交通事故等等的理由，互澳洲的国宝数量继续减少。也若大约伫50年前，动保人员头一届伫无尾熊发现 PE 菌，这种细菌会致使无尾熊青霉。母的无尾熊尿道会感染，甲袂生，也会损害到公的无尾熊的精子。动保人员批评当地政府动作凶慢，才会互东海岸的无尾熊伫2022年互政府正式列作可能断种的物种。有研究人员伫这10年监测，并且对165只的无尾熊注疫苗，发现这互因的死亡率降低64%。不过目前有关是伫咧试验阶段的初期。But I have to stress that this research is in its infancy, and there's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there's no magic pill that's going to fix this chlamydia problem. 最近几年，动保人员又搁发现无尾熊当地面对另外一项的威胁，也就是气候变迁。气候变迁造成大火甲烧热的天气，会互无尾熊的生产地愈来愈细。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。